徐薇老师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有用的生活课语哟。我们今天要学的呢，是要跟人家闲聊的时候派得上用场。我们问对方说：“哎，有空的时候你都做些什么活动呢？”这句话客家话怎么说？跟我念哦。闲的时间，你做嘛该呢？闲的时间，你做嘛该呢？闲这个字，闲就是闲的意思，冇闲就是很忙很忙，没有闲的时间，冇闲。有闲就是有闲的时间，就是很有空，冇闲有闲。那么有闲的时间，有空的时候，做嘛该呢？你做些什么活动呢？来跟徐薇老师念一下，嘴巴借我们，拜托拜托。闲的时间，做嘛该呢？非常好。然后你就可以回答咯。有空的时候呢，我喜欢打球，怎么说呢？闲的时间，爱好打球诶，爱就是我，好就是喜好那个好，爱好就是我喜欢什么。闲的时间，爱好打球诶，有空的时候喜欢看电影。闲的时间，爱好看天阳。闲的时间，爱好吃东西。闲的时间爱好老给，我喜欢逛街，很好用哦。接下来因客喜相逢，有一句客家俗语很可爱哦，你听徐薇老师讲哦。蘑菇结尾咬死人，蘑菇结尾咬死人。蘑菇就是沉默寡言不说话，蘑菇结尾就是指它不说话的狗狗，客人来了也不叫叫，可是突然间嘣跑出来咬人哦，哟，好可怕哦！所以这种沉默寡言的狗狗才可怕呢。蘑菇结尾咬死人，蘑菇蘑菇，好可爱的发音哈，跟着念蘑菇蘑菇，就是指很安静沉默的哟。哎呦，不要当个蘑菇结尾，通常这个字的说法不是太正面哦。刚好英文有一句话 ，Beware of a silent dog。Beware 就是要小心的意思哦。小心什么呢？ A silent dog。套客家话 ，a silent dog 就是蘑菇结尾，知道了吗？谁再跟我念一次来？蘑菇结尾咬死人，蘑菇结尾咬死人。哎呀，好棒！今天学了好多东西喽。接下来我们要来复习一下喽，跟着徐薇老师念哦。空的时候你做什么？闲的时间你做嘛该呢？冇闲，有闲。闲的时间爱好打球诶。闲的时间爱好看天阳，闲的时间爱好吃东西，闲的时间爱好老给。还记得那句客话俗谚吗？叫做蘑菇结尾咬死你。英文怎么说？ Beware of a silent dog。 哇，好棒好棒哦！别忘了每天跟徐薇老师学生活课语咯，拜拜。